对空气画面看到，伫咱昆新大天府头前的牌楼，因为即届单仔是风台直接风扇倒，12支悬10小公尺、直径大约81公分的珍贵稀土器大条全部登去，泡伫咧水内底，庙方损失歹估计，甚至也佫有人想要偷摕。没有料想到为什么明明那么多根，竟然还能倒下去。这种当时咧买吼，只是无价之宝啊！你讲这一支，因为这种青年啊。青年怪物，你即讲买那加工一支偌济钱？你个2、3千万嘛无得买。当时迄买一拢敢若听讲4、500万有诶。这个牌楼是1982年兴建，是当地的知名地标，唔但是台湾罕见的大型茶建筑，更是亚洲上大的古门式牌楼。依照古法工艺所起，顶悬的彩绘、含展览等等，拢做甲相当有艺术性。伊会当讲吼是台湾王爷信仰的中心，不管是新旧建筑，拢请一流的一流的师傅来做。这也是王爷去指示牌楼去欣赏这个天灾的命运，这是应该是相过一下啦。对于整体的一个寺庙的一个整体的意向而言，那当然是一定有影响哦。设计上面如果需要文化局这边来协助的部分，那当然我们这边会愿意来给予必要的一个协助。文化局指出，虽然庙体是固定古迹，也毋过牌楼煞毋是文化资产，若要登记，只会当由庙方自行负责，市府必要的时阵会当协助。侪文史相关专家学者表示讲，这届牌楼倒去，有可能是王爷斗相共，互台湾避免灾难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